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到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济，入来遮济。阿公带孙，爸带囝，翁带某，妹带兄。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使一个目杯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欢迎收看《天天又开心》。咱今日天天又开心的主题就是人伦道德公德心。哦，若讲到公德心吼，我就感慨万千，我拄足济啦。是安怎讲？因为我做里长的时吼，足济人拢无公德心哦。狗啊，看咧黑白放狗屎啦，放到里长啊，紧哦来哦来扫狗屎哦。安尼袂使啦，咱若要带狗仔散，带狗仔去散步，咱会记咧炸卫生纸、炸报纸嘛会使。啊，你去甲包起来，放喺落地啊。你若无聊时，佫会用摕起边边的。对，无啦，你的心若看到粪扫桶，就等到粪扫桶。是，尤其。粪扫桶嘛有什么回收的啊？哦，对，一般垃圾啊。嘿，啊，若讲到这公德心，要有咧，公德心无要好，迄电话条好无？定打架呢，敢若万国旗啊，黑白打广告单，这个嘛无公德心。我若看到，我就甲跳跳。啊，放喺粪扫桶。哎呀，你这优良公民。啊，讲我黑白当粪扫，迄嘛足无公德心的。公德心啦。真济哦，迄人家粪扫当到领导，你讲踢到别人遐去。哎呦，哪有人安尼啦？有啊，迄无公德心啊。对无？啊，若真正讲粪扫等咧遐吼，上好是莫安尼共等啦。啊，若真正有看到，啊，咱就甲捡起来，扫起来，啊，等咧粪扫桶就好啊嘛。袂生网头。有当时佫会占车位哦。咱若讲到这，阮兜住喺巷啊，你知无？啊，是。巷啊，毋是讲偌大条啊，啊，你知有的人吼，拢用迄个什么，迄个红门头迄种的啊，会拄啊种菜呢。哎呦，无搭紧哦，嘿，无搭紧哦，什么破烂的乌倒摆啦，吼，脚踏车啦，啊，搁迄花盆啦、花盅，啊，你占甲规个。哦，你讲车咧出入嘛，有时定定落去卡着呢。是无要紧，有车呢，巷啊火烧厝，对啊，当入去。嘿，拍火车无法度入去，迄就危险嘛。徛遐都爱看火烧厝。对，手金金，人上中。是啊，阿公，我拄着无公德心的哦。啊，图书馆。哦。因为早吼去图书馆的时阵啊，就看人讲吼，伊册看看无摕去归位，啊无就是内底有看到迄比较精美的图片有无？偷掠，嘿，还有把书带回家的。哦，对，占为己有。占为己有。你若伫图书馆招嘛是爱共签爱登记啊。爱登记啊，有的人伊就是我。但是皮啊，登记讲登记啊，阿妈是摕倒来用。有当时用别人身份登记的，你会知？哎呦，啊，别人的身份证。哎，今日搞烂头偌济哩，是啊，我拄太济哩啦。啊，你若要搁看无共款的，请看。哎呀，哆来咪啊！哎呦啊！咪我说，哎呦！阿姑，哎呦，你是安怎啦？哎呦，啊你来套中昼，你才挨个大细声。哎呦！说你，哦，卡疼。卡疼。啊你嘛挨卡哩声，咱人客咧困中昼呢。这。哎呦呀！啊你是要哆来咪咪发嗦？哎呦，谁唔知？你要做家事哦？啊，唔是啊，谁唔知我？迄哆来咪哦，就是吼，都惊个听，咪我说就听甲无法度。哎呦，我即摆我都变调的叫声啦。啊，若咪我说这变调叫声，搁煞落搁吼，甲人加有迄催眠的作用啦。变调哀求的声音。是啦。阿姑这这是安怎讲啊？谁唔知影是安尼啦？昨暝哦，啊，拄啊搁好。啊！这困起来哦，我都行起来疼，迄无行无疼，愈行愈疼。哦，我毋是讲你假先爱呢，哎呦呀！嘿，是讲昨好好，啊今日疼疼。好，阿姑我知啊，
你走去做歹代志对无？张啊！你黑白讲啥物？黑白讲啥？你误会你若久你做人，你也毋是毋知影，老老实实，伊向妈妈对黑白来，谁毋知影是安尼啦？啊，就昨去互请啦。啊，规道拢是款的乌鱼子啦、鲍鱼、鱼翅、龙虾、狗壳，哦，拢是我上爱食的海产。我都拼命尽量甲拼咧，拼到转来，哦，这困起来路面床尔，脚都哎呦嘿啊，拢惊起痛啦。哦，食好哦，够空哦，乌鱼子、鲍鱼、龙虾。吼，胆固醇足悬的呢。阿舅，你伤枵屎啊啦！吼，食遮济，毋只会胆固，哎呀，痛风压起来。你哦，要去看医生会白哭。哎呦呀！你泡好啊未？哦，你真正是咧目睭吐泪哦！你无看我这牙怪啊，伫咧效果啥物地啊？啊你出头阁真济呢？啊，无你阁推一个看，阁拄安尼连发音哆来咪西嗦咪。你即摆是要做乐师呀？我当时咧害死所咪。我若真正做乐师害死所咪，我头一就甲你送你上山头。安尼好，安尼我来减一条细条安尼吼，分你去食，你家己去分啦。是讲，啊你无要做乐师，啊拄安尼练哆来咪咧西嗦咪，啊是咧创啥啦？哦，煞毋知影阿舅昨去航请，啊看到安尼规岛顶的海产拢是伊爱食的呢，啊，都摇鬼啊，食伤济啊，才会引起痛风，才伫遐哀叫。送你2字啦，四好，好心贪着甜哦，一个人请就拼死拼哦，加在你出运啊啦，拄着我你贵人现，哈哈。我甲你讲，我甲你报哦，咱家尾遐有一间啊，迄中医诊所，哦，迄生咧外高咧了，人迄吼阿多要请伊去外国遐开诊所，伊不爱去哦。嘿，啊对，迄我人甲我报的啦，啊我拄我去遐看，啊拄对，我甲讨一张名片，哈，你哦会记得要去哦，先敲一下电话挂号，哈，爱预约挂号，无人去偌济生意偌好咧。莫去遐咧提上啦，厝诶才有代志紧转来啦。知啦，莫阁叫我在行啦。恁姊啊，一时啊无看到你啊，就足艰苦的咧。嘿啊，快紧来，有啥物代志你紧先转去啦。啊，有闲我才找你来泡茶啦。啊，你会记得哦？要去啊，先敲电话预约挂号哦，无人客足济哦，对啊，黑油看甲狂猛我哦。啊，好啦，在行你是在收魂了啦，哎呦，我这安尼举起来听嘛，毋是办法。我看吼，嘛是去甲我挂一下号的啦。啊，挂一下号的吼，我看会当较早好袂？哎呦呀！好啦，阿舅，我来敲电话，你莫阁哀啊！哦，你安尼哀，我心肝嘛真艰苦呢。哎呦呀，都生生举起来哀，都毋是我先哀的。哎呦，哎呦，哦。喂，中医诊所吗？我这是天天民宿。嘿，我要挂号。患者的名吼长青。哈？你讲啥？还佫1点钟哦？好啦，谢谢。阿舅，我甲你讲吼，我挂号啊，佫1点钟才看会到。1点钟哦。啊，嘛是爱等啊，伊若无吼，这不管是就举起来听，我看吼，好啦，等啦，甲等者，哎呦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歹势呢，你警员啊，啊，你搁小坐一下吼，啊，阮棍啊去摕迄个登记名册，念你来啦吼。请用茶。来，你警员咯，来，啊，这是阮吼最近这几工有一寡人客哦来遮带名登记的这名册，啊，你看卖咧吼。来，提上提到喙干。知哦，生喙就是要讲话，无要创。这你啉哦。免。这登记吼，看起来真好，无问题啦。哎呦，阮这老实人哦，做生意都安尼规矩吼，才无来啦。这我知啦。最近生意好无？马虎啊啦。普通啦。安尼啊，啊无我先来走啦吼。就行咧，有啥？对啦，我是袂记研究的。最近吼，迄金光党甲诈骗集团吼真济啦。
你也特别注意，若是有注意到啥物可疑的人物吼，你看吼，紧急的事件，紧来派出所汇报，知影无？哦，会啦会啦，哎呦，感谢你，你叫我来遮尔爱关心，我专工交代。这我知影啦，那我就奇奇怪怪人来遮作案咯，我随时去甲你报案吼。安尼真好啦，一名合作吼，歹徒自然就少啦，啊无我先失陪啦。好，来去吼，顺行吼，你今日靠地啦吼。啊袂歹时就来啦吼。知哦，啊生意对你歹啊，定定你来，喊你人家要来抢一都唔敢入来。哎呦，啊咱就听话啦，照你叫我交代去做吼，有好无歹啦。好啦。那你是咧钓狗毋知咧，爱甲迄落型的，那是无代无志吐怪一个吐虫。啊，算知影若有人无爽快，迄痛风吼引起骹酸痛，有要出来看中医啦。嘿啦，姐，啊我有甲报啊啦，我报伊讲今日今日。人好无代无志，哪会举起来疼，疼到遮严重？哎呀，谁知？啊，就昨吼阿姑去行请，啊看到迄规桌顶啊，讲伊爱食海产，吼拼死食，啊毋则安尼，冬菇春收惯啊啦。肉身过悬啦，痛风也该咧痛。啊有啦，我有甲报啦，我去今尾啊一间中医诊所，迄生咧真老啊。吼，钱啊，会加紧叫看，我甲你保证哦，水看水行去哈。你这不是你讲什么死人骨头啦？啊，什么水行去哦？无啦，钱啊，我是讲你来去互看吼。人随看看哦，迄气随会行哦，啊人就骹松、手松、规身躯拢真轻松啦。哎啦，惊气！惊气啦！啊，你就知影阮棍啊吼，是啊讲安尼闹风，啊莫见惯咩？对啦，无啦，你谁唔知吼，身体不好的人吼，啊，个足气脏，人你就讲心情较歹啦，对啦。无咱来卫生看啦。哦，紧去哦，紧去哦。这样。你小姐，小姐，喂，我怎啊用？那走，我救人，你做的效果足恐怖啊！你就惊好，你紧用看啦，你紧用看，较要紧啦。你两个我来，我。哎呦呀！喂，我咧甲你扶啊，你啊，我咧挨甲大细声，你事先叫我只人甲你扶掉啦。像我是安尼啦。我都知哦，来。你啊，看你面真正食凉气，吐狗喊出来，会冰白啦。恁姐夫吼计划轻松的啊！哎呦呀！啊，无你想的是安怎啊？你目睭是咧吐落，你无你嘛还阁流两个骨啊！啊，你遐大人，你甲我撞咧，你哎呦呀！你要甲我撞我破相嘛？歹势，我毋是伊挑过伊的啦。你毋是挑过伊的？啊，他拄有一个查某囡仔，啊，我走到安尼哪走哪看救人，走到开哦。我看是你要共安怎样的款哦？无啦，你莫误会，毋是我啦。毋是你，毋是，真正毋是你。迄落，这哦，摕膏药啊啦。啊，你即摆甲我当做啥物？我无爱你遐臭字。哦，你当做我要，你用钱要来买我的钱是？无啦，毋是。青啊。喂。莫安尼啦，人就遮尔诚意，对唔对？啊，摕钱要互你服用，吼！哎呀，做人就免遐尼结亏，啊，你假大班，看咱来收收的。我无可能摕这钱啦！我跟你讲啊，一定互你共要共安怎？我跟你讲，你甲我钱甲安尼哦，我若看无，我要治你的命，我跟你讲。这样，OK 啊！哎呦呀！紧去哦！哎呀，来讲。哦。过来，紧，好，姐，紧一条。哇，姐！哦，你穿这后西装、后古装的、后韩国、后日本、后美国的，即摆是咧选世界小姐哟。哎呦，回天就紧一条啊，介就对啊啦。哦哟，这内底你看后青面的、后撩个，姐啊，你的相片逐一张比这搁较水咧啦。感谢你的学了，你莫安尼遐高紧啦，真正是哦。哎呀，我有看到一张，这张，你看这张，脚装大安尼哦，电酷，这个哦保证后生的，啊你若娶一个做某，我念面就做姑。咱咧生哥咧，做哥，姐啊，人迄是讲吼，
是大人地咧，啊，着急要做阿公，要做阿嬷，啊，毋则叫我紧娶，啊，你毋是，啊，着急要做阿公，安尼有说对？是安怎毋对？我是咧完成四大人交代予我的重大任务呢。我着爱饲你甲你照顾你，照顾甲你娶某生囝呢。哎呀，免，你济岁人吼，烦恼你家己的代志较要紧，免烦恼我啦。你看安尼讲啦，我当然烦恼你啊，爱替你拍算啊，所以我毋才吼安尼去找遮尔济美女的相片哦，啊来遮互你看，经济通做无？谢，你家己准备好，我经济按较要紧啦。无法度啊，到即马阁无甲一个互我看的上目。我嘛甲你共款，到即阵嘛无看会介意的。那我吼，对，像迄对面有无？对面迄个糖糖安尼，迄个葫芦腰的，安尼腰束、脸扑、尻川顶裤裤。你种的我才会介意啦。你介意哦？嘿，恁爸袂介意啦。哦，不，袂见袂晓，你还到迄个孝顺地瓜棍，你孝顺阮糖糖哦。钱啊，即摆是咧去安怎？人阮棍啊吼，是咧提高恁贵姓女的行情甲身份呢。莫来这套啦，要提供什么提高阮行情，用阮外表水要来提高哦，唔免。钱啊，我也是干那用想的尔，我也无行动表示，安尼也袂使哦。会啦，你若干那妄想就会使。啊，若真是你用行动的，我落去，甲你腰子卡住。哇！哎呦，真忍嘛！你甲我棍啊，骹骨腰子哦。天啊，那我心中甲你讲，恁堂堂若是介意阮棍啊哈，我着甲毁用。真正哦，人你个个掠现掠好，绝对唔通掠着车站哦。你心肝病啊较凶呢。我干那要甲腰子卡骨尔，你着讲要甲阮糖糖毁用。毋但要甲毁用，我要互伊面甲咱鬼咧，永远嫁袂出去。啊，真正袂唔好。你若真正对阮糖糖，那么你不但腰子你的卡骨，我将你的裸底卡刷咧，夹起来做事情灯。哎呦，恐怖！路也无看手顶的莲风对面吹。袂歹，歌声认真，真好听。谢谢啦，我打你学尔，还无真好听啦。免啦会啦，你这条歌吼已经有歌星的水准啊，真正好听啦。多谢你的学了啊！对啦，你要来看住宿登记簿吼，来，请入来，我替你看。毋免啦，我毋是来看住宿登记簿的啦，我是拄好经过遮吼，听你咧唱歌，我感觉袂歹听，所以我们才停落来欣赏一下啦。哦，毋是要看住宿登记簿，无入来泡茶啦。真正免客气啊，我还有代志要办啦。对啦，你最近吼，若附近发生啥物奇怪的新闻吼，你一定要进来报案，知影无？我知。是讲糖糖，嘿，我看你年岁嘛袂少啊，你敢无要紧找一个好对象？我无爱啦，我无爱遐早嫁啦，阮阿舅足疼我，而且吼，伊阁有岁数啊，我爱好好照顾伊，看我嫁无要紧啦。安尼嘛对啦，你若舅吼有你这个情侣啊吼，伊真正做幸福的，啊无你先去无闲啦，我甲来顺路啦。好，爱顺行哦，顺行。路也无看手顶的清风对面吹。人客啊，哎，你安尼越前越后，你是要住宿遐？啊，对啊。吼，安尼哦，我讲，我做人上公平，看你是要住开心民宿，还是要住阮天天民宿，拢会使，在你拣。哦，天天。真的吗？阿姑，紧的哦，好彩头，人客要来住民宿哦。什么好彩头？啊，就是伊啊。哼，你何了好彩头？哦，嘿啊嘿啊。我看吼，你是敢若乌鸦飞过来，迄歹彩头啦，好彩头。啊，是安怎讲？人客呢？你目睭去互喇叭箍着是啊？你敢无看这人客？就是迄天我甲我情梦狂迄个啊，前一世界向上天迄个。是呢，是伊呢。啊是讲阿舅，啊咱今日到月底拢无半预约人客，啊真无简单有人客来，啊你不爱收哦？哼，我照管这，这个人的钱我歹趁啦。啊，打恁这间店嘛，无你外清气想啊，你当作我爱大？你讲话真无客气呢。
上好你莫来大啦，要若无我真正互你气死啦。我拄好要看你气死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天天又开心的媳妇，人无照天理，天都无照家己。什么意思？这你意思真简单嘛，咱人一定要照这伦理道德来行。你假使若无按照伦理道德行，天呢，伊就迄个天缘际会，嘛是无照无来。所以讲咱这个一家子有固定这60年嘛，固定的轮回啊、际会啊，啊你若天缘你若无照安尼行，咱人的生活随时拢会改变。对啊，嘛有一句成语叫做“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，自作孽不可活”。所以呢，一定都要照天理，要有伦理，安尼人吼才会当过了正直。安尼是毋是讲吼，咱人就是爱会晓珍惜？像妈妈有讲啊，啥物有欠才有底嘛。阮细汉你食饭的时阵吼，坐伫饭桌啊，妈妈讲食偌济硬偌济哦，你袂使就是加硬啊，食不了安尼浪费。我妈妈讲，我知你妈妈一定做自助餐的嘛。不是，食偌济硬偌济，就袂爱靠济就是啊啦。你是硬偌济，算偌济。洗衣服啦，爱秀好干。嘿啊。所以讲咱人吼，毋通做伤天害理的代志。是。你无你看迄种哦，迄山鸟鼠有无？迄专门咧炒茶无，山顶的茶炒个土石流，然后死啊死人。一寡保育类，迄个树啊什么，拢臭走掉呢。对啊，做伤天害理的是做到即么天哦，你看，拢无照时间在行，你看，无应该落雪的时阵，迄个时阵在落雪。即摆讲个五月雪啦。哦，你看五月雪就是迄个苗栗的迄个桐花节无。对啊，无应该开迄个樱花时，安尼后边开花。对对。所以规个拢乱去啊。是，咱咧活我珍惜代志。是啊，所以时间你过呢。足紧的呢，小姐30分钟又搁过去啊。所以要奉劝咱的乡亲吼，对咱所拥有的物件，咱都爱以爱珍惜。活一道，阮感谢，因为阮会愈来愈毋惊受伤害。阮感谢，因为阮会愈来愈袂听凡事一半，世间乌白拢掺一半，烦心一半，非凡之后也是一半。